气象署讲，这寒流呢是初7、9位会一直寒到初9。医生也讲，若种温度明显降低，民众发生这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变悬。提醒民众出现症状，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。国健署也讲呢，这低温较高造成心血管疾病夹起来，建议民众天气寒的时阵，这室内室外温差大就要特别注意。也若透早起床的时阵，唔通常常甲抱掀开，豆豆爬起来，而且呢起来了后，就要赶紧甲衫抹哩。 天气冷，血管较厚收缩。气象署讲，初7至初9寒流路南，全台湾降温。医生表示，寒天本来就是心血管疾病高压起来的季节，常常降温嘛，较会造成心惊塌、含脑中风等等。除了高风险族群要注意，医生提醒，若是身体有无爽快，就要马上就医，唔通拖。 在心肌梗塞的症状呢，它包含了胸闷、胸痛、呼吸困难。脑中风的症状呢，可能是手脚偏瘫无力，以及颜面肌下垂的症状。如果你有以上的症状，请您尽速的就医，或者可以拨打119，尽速的到医院的急诊进行处置。为着避免民众因为低温造成健康危害，国健署表示，亲像出入温差大的空间较慢热，起床的时唔通常常爬起来，动作要稳稳啊来等等。 这些拢会当避免心中受到刺激。不要马上就坐起来，先躺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慢慢的起身，躺个1、2分钟，慢慢起身。那坐在床边大概30到60秒，让身体软和。对，那身体软和之后，再穿上一些保暖的衣物这样子。那等到确定就是穿上保暖衣物，然后四肢比较温暖的时候，你再起来。国健署也提醒民众。 若是伤寒，使用捂烧包、电烘炉含电毯等等，拢爱细腻。尤其是老大人，也是有糖尿病的人，因为脚手的神经较无遐敏感，建议莫长时间使用，也莫直接接触皮肤，较袂烫着伤。记者陈心栋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